政府近年咧面對財赤咧，主要嘅原因之一咧係醫療、社福同埋教育經常開支咧喺過去10年嘅增長係非常快速嘅。其中一個應對嘅辦法咧係加強公私營醫療嘅分工協作，將兩者打通，更有效咁善用醫療資源同埋人手。當局亦要加強打擊公營醫療系統嘅濫用同埋浪費嘅問題，包括急症室嘅有效使用、過量重複咁攞藥，以及近期有議員提到嘅回流醫病嘅問題。10幾年前，大家都冇想到，而家有咁多香港人翻去內地整牙、做體檢，甚至做手術同埋睇專科。呢個北上求醫嘅趨勢，未來係點發展呢？香港嘅醫療政策、醫護人手嘅規劃、醫院嘅設計同埋呢個建設等等，都應該係點樣去配合同埋調整呢？我認為政府或者局方係應該就此咧進行一次全面嘅研究同埋檢討。其實控制醫療開支嘅增長最徹底嘅辦法咧，係從源頭提升市民嘅健康，治於未病，避免小病變大病。故此3年前呢，我喺本會提出議案，敦促政府加快實踐有關健康城市嘅目標，包括加強預防性嘅治療，從城市規劃、建築設計，以至康體政策同埋飲食習慣方面，多方面提升市民嘅健康。